咁啊，人有人嘅運程，地方有地方嘅運程，咁啊有地方嘅運，所以咧好多時我去問嘢嗰陣咧，咁咧我就點樣問法咧咁樣，咁我咧而家講咩？我點樣去問法啦？嗱，我咧就會對住個天，向天嗰度咧就攞卦，攞支卦出嚟，咁咧去問事啦。人亦都係啦，天亦都係要問事咧，一定要向個天去問因為天神全部天神都喺個天度，喺天庭度，咁咧好。我好方便啲啫，我一望到個天，就喺個天嗰度問嘅。嗱，咁咧，如果係問嘢嘅咧，譬如如果有一個人嘅運程唔係咁好啊，咁我就會或者我自己我自己一個運程差咧，我就會話俾師公聽噶啦。我想問問。我亦都係向個天，因為師公喺個天度嘅，喺天庭度嘅，咁都要問通常咧用龜殼，用呢個龜殼嚟問嘅，你好簡單樣嘢，其他如果有時咧啲人咧就話運程唔好想問下咁講都得嘅，咁你咪自己你可以。你識嘅話，你自己識嘅話，亦都可以向個天嚟問事。好多時都喺個天度，天庭話畀你聽，天神亦都話畀你聽。喺屋企都得，但係屋企咧你可以向住個天。即係等於一樣嘢，咁你嗱好簡單向住我1、2、3你嘅心入邊講想求啲乜嘢，咁咧你就話畀個天庭聽，想問啲咩事好啦，再問你嘅心講咗出口之後咧，你自己就會再熬3下。咁再出再出，咁你出咗之後，佢就會咁樣去噶啦。咁咧佢變咗咧，嗰啲卦咧就喺度噶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呢啲卦咧就出現咗噶啦，明唔明啊？